收到經理，聽日交2個人俾你。收到，大家一齊鼓掌啊！喂，經理好嘢！經理啊，我哋可唔可以交你個名上去啊？咁你講噶嘛，公司養唔到閒人，全公司最得閒嗰條廢柴咪就係你咯。屌你經理呢個位啊，咪又係靠關係上去嘅？你估係憑實力啊？你有閪實力啊？將老闆對鞋擦到立立令，咪就係你唯一嘅本事咯。日日見到老闆都係讚佢條呔打得好靚，仆你個臭街，人哋明明都冇打呔，你真係好撚過分㗎。好啦，擦完鞋等老闆走咗之後咧，就開始喺公司度亂搞男女關係。reception 嗰個 Heidi，marketing 嗰個 Gigi， 甚至乎幫我哋做清潔嗰個萍姐，全部都俾你問過晒話要約去食飯嘅。你真係以為自己側身單手撳住張台喺度撩女仔個樣好有型啊？人哋啲女同事啊，如果唔係為咗保住份工嘅話，一早告你性騷擾啊，變態佬！所以你話經理，你除咗識翻嚟擦鞋同埋搞下婚外情之外，你對呢間公司有啲咩貢獻啊？所以唔炒你炒邊個先得㗎？那個誰，你哪位啊？你又是哪位啊？我是老闆啊，你再說半句試試。我老闆啊嘛，咁老闆咁又點啫？我老闆又不是帶撚晒㗎嘛。我同你講啊，你也是戇鳩鳩的，我跟你。我們工作得那麼辛苦啊，你都睇唔撚到啊！你知唔知我講咩？你的眼睛你睇唔撚到嘢啊！你盲閪，你是個盲閪嚟的。我們這些底層的員工啊，為公司撲心撲命，做到身水身汗啊，你都看不撚到啊！你的眼睛就是長來看着我們有沒有遲到，有沒有請假，怎麼來扣我們的錢。唉，你都係同個變態佬經理一齊攬住喺75樓跳落去啦，係咁。